凡人动画的导演、编剧王育仁也来到了现场，欢迎王导。大家好，我是凡人动画的编剧导演王育仁。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 IP， 总播放量突破了56亿。那凡人当中的主题歌呢，唱出了即便平凡但是不平庸的气概。王导肯定特别熟悉动画片的主题歌，但是不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感慨？是的，因为我们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把它送给我们的每一位观众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一路破空的精神，即使面对无数的困难，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凡人动画主人公韩立，他通过不断的蜕变来一步一步的成长，也和很多青年学生、青年朋友他们目光而行、不断奋斗呢相契合，所以呢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部动画作品改编和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创作团队融入了哪些巧思呢？我们都是希望把这部作品能够赋予非常浓厚的中式美学和中式哲思，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得到一种共鸣，然后能够让他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也和自己的人生产生这种回响。除了这么多热爱国漫动画的观众，还有很多已经投身其中或者心怀梦想正准备投入到动漫事业的青年创作者，能不能为逐梦的年轻人送上祝福和宝贵的一些建议？现在是属于创作者的最好的时代。我们要去拥抱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我们要去寻找创作的灵感，同时我们要勇敢地讲出自己的故事和属于未来的故事。总之就是勇敢地去追逐创作的梦想吧。